所以无困难，是干那字歹念。所以咱搁一摆，头家咱已经拢有念过啊，咱只搁一摆为头搁唱一摆，伊的前奏干那录音尔，咱爱开始。无，我其实挂目镜，所以老花眼有的时候看不到，看袂清楚，学袂唱，请恁着原谅。来变来，好来，切椒的猪，海红的猪，看这天时的猪，我着怎样来敬畏？我着怎样来学人？地动的主，无风的主，地本扫高的主，你们来到，我着怎样来呼求？台风的主，湿气的主，雨蒙边口的主，我着怎样受恩典？我着怎样来感谢？要过的主，边听的主，人民拢主的主，我着怎样求关顾？我着怎样定我名？出边的主，对地的主，应念修正的主，我着怎样献尽爱？我着怎样求合并？万世的主，身边的主，出边人民的主，我着怎样献喜乐？怎样实现你天国？好，请咱同心来敬拜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即马礼拜要开始，请咱将手机啊关机，也是转做震动，互咱专心仰望上帝的面。
我的百姓，恁着听我的教示，耳耳孔听我的喙的话。我要开喙说譬如，我要讲出古早隐秘的话，就是阮所听见、所知的，也是阮的祖公传互阮的。我无要将这个事对因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名声甲伊的关联，以及伊所行奇妙的事传互后世代。这是咱来因圣诗23首，切鸟的主，海翁的主，请起立。主，海洋的主，长世痴心的主，我着怎样来敬畏？我着怎样来学拢？地动的主，暴风的主，地滚扫角的主，我着怎样闪在咱？我着怎样来呼求？彩虹的主，世界的主，雨雾变空的主，我着怎样受稳定？我着怎样来感谢？耶和华的主，必听的主，人民拢主的主，我着怎样来关顾？我着怎样着我命？慈悲的主，对敌的主，严令受惊的主，我着怎样献仁爱？我着怎样求和平？万世的主，神秘的主，慈悲人民的主，我着怎样献喜乐？怎样是献你天国？请坐。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求你的听，赦免阮隐秘未出现、任意妄为的罪。阮得罪了你，也伤害着人。爸啊，求你饶赦阮的骄傲，甲你认为伊的态度，帮助阮手洁心清来服侍你。主啊，你若检查罪恶，谁人会当徛在呢？但伫你有赦免的阮，要叫人敬畏你。求圣神光照阮，互阮看见家己的亏欠。求你赦免阮伫肉体的纷争甲怨妒。求你的保惠，也空抹伫阮所有的过犯，洗清阮一切的不义，互阮得到救恩之乐。主啊，求你充满阮，求圣神管束阮的心思意念，管理阮的言语行为，坚固阮对你的信心，互阮爱神爱人的心不断成长充足，叫阮会当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咱嘛求你的圣神，甲吕少伦老师同在，互伊今早所要分享的，诚侪阮的帮助。只是阮要用主所教示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
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带阮离敌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同齐来启用。启用第5篇就是诗篇第8篇。启用第5篇就是诗篇第8篇。我来启，请兄姐来用。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囡仔甲婴仔的喙唱出来。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要消灭对敌，消除烦愁。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的月亮星辰。啊，人算啥物？你要遐尼关心？好做的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使王的阳光较尊贵。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面。你予伊有权柄支配的一切。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类甲活物。一声，上主，阮的上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以上，这是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约伯记第1章第6节到12节。第6节，有一日，上帝的正使者来徛伫上主的面前，撒旦嘛做伙来。上主问撒旦：你去倒位？撒旦应上主：我伫地上四界行来行去。上主对撒旦讲：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纯全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代。撒旦应上主：约伯敬畏上帝，敢无理由？你敢毋是有用篱笆甲伊围地，保护伊的家庭，甲伊所有的一切？伊所做的，你赐予伊，互伊的真生罪甲袂算入。伊所有的，你亲手甲伊敲一个看卖咧，伊一定会当面甲你咒诅。上主对撒旦讲：好，伊一切所有的拢伫你的手头，毋过毋通伤害着伊本身。撒旦就对上主的面前出去。以上，愿上帝祝福既然领受伊的话，搁安尼行的人。这是教会诗班要来学老，因要学老的诗歌是：我主是我的牧者。
今早起，吕少伦老师要用忠告、信用来甲咱分享。喂，喂，大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伫中学期的时阵啊，伫学校因为课程的关系，所以要求伫新学院内面举办一场福音参会。当时我有真侪朋友拢有邀请未信主的朋友来到新学院来参与这个活动。福音参会上重要的是爱有丰盛的食物，甲高级的茶通啉，是无？迄毋是重点。伫活动中间，上重要的是要互新学生来分享，因是安怎信主，成做一位基督徒。有诶讲起伊家己精彩奇妙的经历，有诶讲伊充满坎坷的生命旅程，有诶人是互济1000万到修成8万。有个人呢无法度生囡仔，到后来煞有一个囡仔出现。有个人因为伊有癌症，结果呢，医生检查讲伊的歹物啊，拢完全消失无去啊。阮会使好好思考，咱家己为虾米选择坐伫这个所在？当别人好奇问咱的宗教信仰是甚物的时阵，咱会回答讲：我是基督徒。但是，阮的生命中间，毋是所有的人拢有机会经历到遮尔啊精彩的生命旅程，包括我家己也是共款。所拄到的嘛毋是甚物新雅技术，但是咱是安怎会当确信咱所信的？三一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对咱来讲，当咱今仔日坐伫遮，是因为这是咱的宗教，也是这是咱的信仰。什么是宗教？咱看到这个字的时阵，咱会感觉就是有一位神，也是有一个需要拜的对象。当咱要对因求什么？咱就来付出啥物，安尼咱就会使得到啥物，敢毋是？所以伫今仔日所读到的经文记载着，约伯伊是一个顺全、正直、敬畏上帝的人。当撒旦伫世界伫走来行去，看到约伯遐尔啊有富裕，家庭阁美满，健康阁勇壮。因为伊有遮尔济的财富，伊的财产比别人多搁较几啊倍。遮的好处遐尔啊丰盛，撒旦就认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约伯当然要做一个顺全、正直、敬畏上帝的人。所以撒旦就对上帝讲：我若是甲约伯的财产全部摕走。安尼，约伯就袂继续敬畏上帝啊！咱会使想看觅，敢讲咱的学业有好的成绩，还是咱的生活富裕，还是讲买股票啊，赚到大钱，是因为咱去学校，还是公司，还是银行进前呢？咱有先来到教会，好好敬拜，做一场礼拜，来奉献，来祈祷。所以上帝一定会赐福，将这个伊的福气来赐福咱。若是咱做礼拜、奉献、祈祷，结果呢，伫考试的时阵写毋着题目，结果无成绩，也是歹仔练伫个路上无去碰进去，就讲啊，这上帝毋是真诶，我无爱阁去教会啊。
教会拜迄什物神，我付出我的时间甲我的经验，竟然互我拄着遮尔不幸的代志，我无爱阁相信上帝啊！安尼，咱的想法是毋是就甲撒旦共款？因为阮想要得到什物，所以阮才要来去付出。若是咱无得到什物，咱的心内就软弱跋倒，无阁来相信上帝。若是咱来教会的原因是安尼，阮对教会的认捌，甲去庙寺拜拜的人，敢有啥物无共款？咱的信仰甲其他的宗教，敢有差别？就只是一个宗教尔。但是圣经讲，约伯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伊无因为失去所有的财产，就变别个人。原本约伯是遐尔富裕，家庭美满，健康勇壮，伊即马减一个富裕，无得卡也会使继续做一个顺传、正直、敬畏上帝的人。当撒旦看到约伯遐尔坚定，所以伊决定要将伊身边的亲人带走。伊的家庭原本有7个囝，3个查某囝。遮个兄弟姊妹10个人，全部伫伊的同大的后生的厝内面伫食饭的时阵，忽然厝就倒去啊！约伯所有的囝儿，就安尼全部离开世间。咱最近拢互地动、战争、还有瘟疫的新闻不断伫咧放送，但是阮有真侪物件拢足紧就放进去，拢袂记哩。台湾伫几啊年前有2件足大的交通事故，拢伫咧宜兰往花莲的路上火车的事故。发生事故的家庭，因永远拢袂记哩，拢袂放袂记因的亲人，都坐伫即2架的火车来失去性命。安尼痛苦停留伫因遮的家庭心内放袂落去。咱会使想象，若是咱本身就是遮的受难的家庭，咱敢会因为即场意外，就来去埋怨上帝讲：你为虾米要将我所亲爱的厝内的人提去？我遮尔警醒，阁对家庭阁对教会付出遮尔济，为虾米伫我身边会发生安尼的意外？竟然我所做的无法度得到我家庭的性命，安尼我无爱阁来敬畏即个上帝啊！我要来弃杀即个宗教，因为意外煞失去所爱的人，遮个人因所受的痛苦，的确是即个世间看起来足无公平的，因所经历到的，咱也足歹去体会。但是咱来到教会所付出的，是因为想要得到家庭的性命，会使延续，也是保全因的性命。安尼信仰，也就是一个以人来做主的宗教。因所需要的是一位算命先，也是道士。因讲因会使帮你，也是你的家庭来安那消灾解厄，来延续性命。一个有信仰的人，亲像约伯同款，伊将伊的家庭所有的拢归乎上帝，
做上帝是生命的主，虽然伊嘛是会痛苦，咱也共款，也会痛苦，需要来偷窥，来拆离咱的外衫，来有可能痛苦甲伊的头毛拢剃互光。不过，伊犹原敬拜上帝，讲我切身来出伫母胎，我切身归回，想事是上主，收回也是上主，愿上主的名永远称颂。伊无因为所发生的代志，就来去犯罪；无因为伊所拄着的代志，就滥删称耶和华的名。原本约伯是遐尔富裕，家庭美满，健康永足，即马伊阁减一个家庭美满。无得卡安尼，约伯也是会使继续做一个顺全、正直、敬畏上帝的人。当约伯失去了富裕，阁有家庭美满，伊要做一个顺全、正直、敬畏上帝的人。即马撒旦决定要摕走约伯所剩的最后一项，请问，即马约伯阁剩啥物？好，健康真好，对，就是健康永驻。所以撒旦就安那，就将鼻疼直接放去伊的身边，互约伯为骹底甲头壳顶拢生毒疮，互伊直接感受到痛苦。约伯就坐去火炉边，摕叶片伫爬身躯。这时，就有人开始挡袂牢啊，就是约伯的太太。对约伯讲：“你要持守你的正直吧？你气杀上帝吧？伊已经死去啊！”咱身躯边有几啊位长辈，甚至是咱生命中上亲密的人，有可能因为一场大病急救了后，伊的身体状况都无法度甲过去通相比，需要长期的时间有人去甲照顾，而且因的时间就安尼，互约束限制，因的行动无法度亲像较早共款遐尔啊流利，爱注意的代志变甲足侪足复杂的。这会使食，遐袂使食。明明破病痛苦的人是约伯，为什么伊的太太会挡袂牢？因为伊的压力足大啊，因太太压力足大的，所有的重担拢落伫伊太太的身上，爱做工，爱走三顿准备，阁爱照顾病人，这生活变真做无品质，失去伊家己的自由。其实破病的时阵，上痛苦的，不单单是破病的人，照顾病人这个人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当咱伫咧破病的时阵，一定要感谢愿意照顾这破病的人。病人家己也会因为伊家己身躯的状况，甲较早无法度相比，来去埋怨家己啊，为什么要来生出来？为什么要活的？敢讲就是要来破病的吗？莫看我即马就是喙笑目笑，也是活飘，遐尔活泼，遐尔活力。其实我也因为破病，我的身躯的状况甲较早已经差足济。伫我大学4年的寒假，
有一个月时间，其实我拢伫咧病房内底来去过日。发作的工，其实我疼甲是用白的到车顶，阮爸爸妈妈来送我到急诊。做了检查了后，才发现代志大条啊，足危险的。马上杀去个加护病房内底，因为我身躯内底血角已经踢到肚边的规个身躯的血管。问题是，这个状况安怎检查也检查无啥物原因，到现在也是共款。其实，同有想法的时阵，我煞每一工的早起拢爱食一粒药丸啊，爱每个月到病院内底领药啊，每3个月都爱搁去病院内底，互医生做检查，半年爱照一届的超音波，然后每一年拢爱有断层扫描，都是为着要来避免迄种随时拢会可能搁来发生的即个状况。伫住病院的时间，我也思考了足济，发现我的性命比较早加了足济的读业甲限制。上大的读业就是我的梦想，我足想要出国读册。问题是，我若是出国读册，我是要安怎摕药啊？我是要安怎过来回诊？我要过来安怎来做检查？我当时足生气的，甲上帝讲：你毋知影我从细汉到大汉，我的愿望就是想要出国来读册嘛。我即马安尼啊，敢还有法度？其实我到即摆也无任何的答案。不过，伫我破病这段时间，有一段经文，足深深的伫我的心内出现，就是讲，我侧身出舞台，耶和侧身归回，上主是耶和华，受气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时我知影这个经文，问题是今仔日我知影，原来这个经文都伫约伯记的第1章21节。虽然我毋知影经文伊出是伫啥物所在。但是上帝犹原透过每一种的方法甲咱讲话，最后上帝也出现对约伯讲话。伫经历苦难中间，咱可能会甲上帝来相拄，有可能是一个画面，有可能是一句经文，有可能是一个想法。互咱会使搁较明白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上帝毋再是咧一个宗教信仰顶面的一个神明，是互人做主所需要，所以咱才来拜伊的上帝。伫经历上帝的时，会使看伫上帝的全知全能。就好亲像最近土耳其的地震，几秒钟尔，就有遮尔啊济的厝来倒去，遐尔啊强大的力量，咱还会甲上帝追求什么呢？为什么互我来拄着遮歹当当的代志？咱也是信上帝，都袂因为伊是一个有利益通摕的上帝，乃是因为咱已经听讲，咱有经历过，所以咱坚定来相信。这就是信仰，知影上帝是存在的，
上帝互咱知影世界是伊所创造的，包括咱共款，咱的性命也是，咱性命的存在，都伫即位全知全能的上帝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才会讲：我赤身出母体，也会赤身归回。想事的是耶和华，提起的也是耶和华。就算咱拄着不如意的代志，无顺利的处境，阮犹原靠主坚定相信，袂因为软弱就跋倒爬袂起来。因为伊是咱的山岩，咱的石盘，是咱坚信倚靠的，互咱会使继续做一位顺全、正直、敬畏上帝的人。虽然约伯会使失去父母，失去家庭美满，失去伊的身体永驻，但是失去上帝才是真正无半项。期待咱也会使甲约伯共款，伫较早都捌听过上帝。伫拄着困难灾害的时阵，犹原会使坚定做一个顺全、正直、敬畏上帝的人。经历伊的大能，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彰显。咱毋是一位宗教人，乃是真做一位有真实、有生命、有信仰的人。咱三角来祈祷。慈悲的上帝，你看顾咱每一人的性命，因为你的大能力，互阮知，阮只是你所创造的，咱是你的作品。所以，咱若是拄着什么困难灾害，你也会保守咱，你会用你的大气力来，互阮得到完全。主，虽然咱实在是软弱，无法度来透过家己来坚定信仰，不过咱也会使来倚靠你，因为你是阮的石盘，阮所徛在的所在。求主来继续引带保护咱，互咱伫信仰顶面会使坚定。咱谦卑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因回应的诗歌，圣诗第19首，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起立。为着信心的欢喜，凡所我。
通忍受，有声有影的稳痛，天父的上帝愿这声，雨露请予伊生命，为着温暖的家庭，兄弟姊妹父母情，天地地像好朋友，关心看顾温柔，天父的上帝愿这声，雨露请予你尊名，为着主一大恩惠，白白受赐阮人类，诚心稳定甲认真，地上生活甲永生。天父的上帝愿这声，雨露请予你尊名。请咱友员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我信信上帝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要奉献，祝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请尤佩瑜执事、包美珍执事。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你丰盛的恩典中，阮都无欠缺，无论境有好歹。感谢上帝时常看顾阮、保护阮，互阮有对主来平安甲喜乐。那阮将主所赐的献出淡薄，做教会事工的路用，求主接纳。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当咱来看本周的根据，本周的根据记载伫约伯记第1章21节，约伯记第1章21节，讲我脱体自母胎，也会脱体倒去。上主赏赐，上主提去，愿上主的名受称赞。过一摆，讲我脱体自母胎，也会脱体倒去。上主赏赐，上主提去，愿上主的名受称赞。咱即时来报告，咱敢有第一届来到咱中港的兄弟？无吼，咱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项，本主日第1堂礼拜了后，要召开主日教员会。第2堂礼拜后要召开小会来审查会员籍的名单，吼，请同工准备先出席。第2点，后主日要举行2022年度定期会员互会，吼，会员籍的名单。伫公布栏，请咱家己去看。吼，若是袂当出席的，爱伫本礼拜六12点进前，甲办公室来请假。第3点，本会招聘干事，吼，有兄弟若是有适当的亲友会当甲因讲，吼，会当甲办公室，若是甲尤小姐，和咱尤佩瑜干事，尤佩瑜执事来联络，吼。过来看具体消息。第1点，总会来函，请为着6日土耳其的甲叙利亚的大地震，吼来关心祈祷甲奉献。第2点，21日伫大溪教会南区举办2023年第1届区会，咱林牧师要代表教会来参加。第3点，3月4日，下晡伫宜兰教会有七世中会妇女事工部举办的2023年世界公道日，即届代祷的国家是台湾，请姊妹踊跃来参加。第4点，3月15到16，我21到22两天厝吼。七世中会商联部举办春季2日的灵修旅游，若是有要参加的，当甲会长陈立书会长来问吼。有新来的朋友。咱等者来补介绍一下吼。即阵咱同齐来祈祷。慈悲疼痛的阿爸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时常顾念阮的需要，愿阮嘛会知影，甲别人分享你的慈爱甲恩典。主要说，你的恩典、慈爱、怜悯，永远袂隔断。伫即个时阵，阮同心合意，向你来祈祷，为着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向你发出呼求，愿你大能的圣手扶持这土地上的百姓，真侪因的避难所，搁调度一切的资源，真侪因的帮衬。我嘛要为着阮的国家即前的向你祈祷，求你的公义降临伫因的身上，互因所做拢是为着百姓的需要。我嘛要为着教会70周年献堂的意向来祈祷，求你亲自引带阮头前的路，备办每一项你要成就的工。我们要为着教会中
身体软弱欠慢的祈祷，互因的病痛能够得到你亲手的医治，尤其特别为着林牧师来祈祷，互你病痛的时有你亲自的陪伴甲医治。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这是咱来因上型的诗歌389首，俄罗上帝至权至尊。俄罗斯，请帮林会长老来祝祷。